再来看国际比赛哦，定定拢有运动员无细力去食着一寡有禁药成分的药啊，防处罚。体育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参考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来培训运动禁药执行药师的认证。目前哦，全台湾已经有142个药师摕到证书了，会当为运动员的用药的安全来做把关。运动员就是相挺运动员。伫这几年，大家拢真爱运动，也常常听到讲有一寡选手为着要有更加好的成绩食禁药，但是其实伫咧日常的生活，食的药啊也可能内面有禁药的成分。为了要协助运动员把关，体育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参考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培训运动禁药咨询药师的认证。伫即嘛，北中南东已经有142位药师摕到认证。感冒药、还有中药、还有健康食品，有很多都会影响到选手他们的比赛，甚至拿到奖牌还会被取消。药师工会讲，伫过去运动员常常咨询的药品，包括治疗感冒甲下骨的伊利型利效剂，抑个治疗调坏利尿剂，甚至中药的小清凉汤内面，也拢因为含有麻黄素的成分剂，拢是属于禁药的成分。以后运动员若是有任何用药的问题，拢会让咨询运动药师。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运动药咨询药师的加入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及时的获得运动禁药的一个正确资讯。药师工会强调，有一寡保健食品可能内面也有禁药的物质，所以需要药师专业的介入。以后无论是职业运动员或者是业务运动员，只要对运动禁药或者是食药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让随时咨询运动药师。记者综合报道。